到底为什么咱家爱这个大面筋？我到今摆也是唔知影为什么咧。我再注意，是安尼用迄个羹哦，羹落去面内底吼，面就会膨起来，啊膨起来了后，你食就足饱的。迄阵囡仔吼，咱这较散食嘛，啊去大面筋就变做点心的时阵吼，发展到安怎呢？咱伫台中，像我这个年纪的，读高中的，伫足侪学校的，拢有咧卖大面筋。学校就有哦。哎，第三节下课，还第二节下课的时阵，差不多10点。哎，中昼到12点还佫食饭嘛，啊，迄阵就8到枵10点要食啥？咱的福利社，以前拢有福利社，福利社就大面筋。我要知影我出生的所在，这个物件，伊是安那来？我拢要甲这做一个了解。我感觉这个了解对我来讲足重要。甲我会用甲我的子孙、我的学生，甲因讲我是安怎去看这个代志。我感觉我捌这个土地，为这个开始办吼，其实生活才快乐，快乐上重要。生活你讲逐工来这，当时久久的来食一顿，足欢喜的。啊，食是袂用安尼私分食，哎，用啉的，快乐啉。哇，迄种感觉爽吼。有。我安尼慢慢来了解你册咧写啥，有迄个感觉。